2022年人权艺术生活节，文化部邀请下届创作者洪洪担任策展人，希望民众透过艺文甲科技，主动去认识历史，唔通互威权者决定咱的历史。这回主题或者是记忆导航，对11月19开始，一直到12月初10，国际人权日期间。霜降之前，还有多少时间可以等待远方的风把我们接走？一首酒味的牧羊人配合图诗，让人感受到白色恐怖受难者的惊吓。2022年人权艺术生活节，今年的主题是记忆导航。策展人洪洪讲，希望大家改变方式，用生活记忆去写历史，唔通搁互威权者替咱决定历史的模样。那今年的这个题目“记忆导航”，其实是在希望翻转过去，我们去探索过去的记忆，去理解现在的自己，然后去思索未来我们可以走到哪里。这回人权艺术生活节，除了艺文表演以外，佮配合手机 App， 带民众探访过去不易的历史遗址，用艺文甲科技去演绎咱的历史。文化部讲，这就是上好的方法。我们要透过各种形式、各种艺术的形式，让大家去从这个层面上进一步的去感知、去感受，到底这一段历史故事它带给我们的是什么样的一个创伤。2022年人权艺术生活节为11月19开始，今年特别开设香港艺地的展览区，活动最后一天12月初10，配合国际人权日举办人权市集，文化部邀请民众做伙来参加。记者麦尚英、曾派文台北报道。